雲門舞集對2001年開始舉辦春鬥，專門給少年的舞蹈家編舞家一個舞台。今年的春鬥2026有來自匈牙利的當代舞者、台灣出身的編舞家，希望會當讓觀眾看到不同款的身體語言。在舞蹈當中加入排灣族傳統的歌謠甲部落的文化，要呈現查某人自囡仔成年到食老無同階段身體的狀態。這是雲門舞集春鬥2026其中一段舞蹈的作品。今年邀請到3位無同文化背景的舞蹈家進行創作，其中有排灣族舞蹈家講，透過甲雲門舞者的合作，分享真濟原住民的文化，安怎轉化做舞蹈的動作。刺繡的動作的話。這個刺繡的動作，你要告訴他這個在怎麼樣，然後這在部落的生活，然後什麼什麼的，然後這個陶壺為什麼有公壺跟母壺跟陰陽壺，然後你要告訴他很多的東西，然後給他看很多的圖片，所以這一次的編舞，我其實一直丟的都是這些文化的訊息，也是我覺得這一次在裡面我很開心的，就是分享自己排灣族的文化。舞團希望透過這屆的合作，讓舞蹈家有機會去試驗家己的想法。也有另外一位台灣的舞蹈家，對家己8年步你關山的經驗出發，用身體來感受拋擲過程當中的地球引力。整個作品的概念從墜落出發，在墜落裡面，我們從拋出到接住，中間有一個這樣子的過程。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，物體啊，我們說物體，或是人，或是動作。它都在一個不斷變化，然後在一種某種程度上充滿危險跟不安的狀態裡面。春鬥2026拜6禮拜，拍算在新北的雲門劇場演出。舞團也期待透過3個無同世代、無同背景創作的舞蹈作品甲身體語言，會當讓觀眾有正真實的劇場體驗。記者顧玉記、謝桂玲新北報道。